咁去到梅窩之後呢，我就急屎，咁屙到一半嘅時候呢，就聽到鈴鈴聲啦，所以呢，我就即刻衝出去啦。一衝出去嘅時候呢，就見到阿 Lugo 已經衝緊過嚟啦。加油！咁當初點解會行四徑呢？係因為睇完四徑大步走好感動，我睇咗2次。香港山跑界盛傳一項頂級挑戰 The ultimate ball breaker ，72小時內完成香港4大遠足徑， completely ridiculous. 最辛苦一次。 How far do you push your body? 冇獎金，亦冇獎項。You know, it's not a race. It really is a challenge. It's not for me, this is for all of you. 瘋狂背後究竟係乜嘢驅使佢哋接受挑戰？香港4徑大步走，套戲拍得好感動啦，好有鼓勵性啦。4徑我都行勻晒嘅，但係一次咁走勻就實在幾痛苦咯。我覺得每個香港人都應該去睇睇，好感動。同埋香港實在山景太靚，同埋呢個古仔每一個人物都係一個好好嘅榜樣。好，咁而家即刻帶大家翻去現場睇睇。而家係25年1月29號大年初一嘅夜晚，呢度係麥理浩徑嘅終點，亦都係香港4徑活動嘅起點。一如既往啦，去呢個活動呢都係起跑前6個鐘先通知參賽者同埋啲傳媒嘅。咁今年因為呢個嘅香港4徑大步走嘅電影呢嘅熱潮呢係異常多人，現場係好熱鬧嘅。人呢係星光熠熠嘅，例如有精英越野跑手曾小強啦，亦都有呢個4徑嘅創辦人啦 Angel Bumber 啦，同埋有呢個4徑大步走嘅導演 Robin Lee 都喺度嘅。參加者方面呢，就包括有第4次參加嘅 Kimi 啦，第3次參加嘅 Lugo。好，咁活動正式開始啦！佢哋由呢一刻開始呢，就要連續行298 km， 行晒香港4條遠足徑嘅。咁每一個選手呢，身上面都有個 GPS 嘅，咁我哋喺網上呢，可以實時追蹤到佢嘅。2月1號嘅時候呢，咁我就發現阿 Lugo 呢就準備衝線啦，咁我都即時衝入梅窩啦，就睇 Lugo 衝線啦。咁去到梅窩之後呢，我就急屎就去咗呢個廁所嗰度屙屎啦。咁屙到一半嘅時候咧，就聽到鈴鈴聲啦，咁我就知道 Lugo 就準備嚟啦，所以咧我就即刻衝出去啦。一衝出去嘅時候咧，就見到阿 Lugo 已經衝緊過嚟啦。加油！放心啦，我係有洗手嘅，咁咧我見佢跑咧就即刻跟住佢一齊跑啦，因為咧都係一個嘅支持啦，咁同埋咧都想見證佢衝線嗰一刻嘅。熱鬧過後嘅指定動作，當然就係4徑創辦人 Angel Bumber 咧，就俾呢個嘅香檳肉佢啦。Lugo 咧今年嘅成績咧就係咧用咗60個鐘左右咧就完成咗298嘅4徑啦。咁呢一個咧就只可以成為一個嘅生還者啦，係不能夠稱為完成者。完成者就要60個鐘內咧完成4徑嘅。喺呢一刻，我哋望到嘅係60個鐘完成個賽事。但係背後可能佢用咗600個鐘、6000個鐘喺過去1年不斷訓練，所以真正嘅勝利者從來唔係最快完成嗰個，而係即使面對好多挑戰、好多困難，依然選擇堅持落去，並且完成嗰一個。4徑嘅呢個活動同埋呢個電影，令我對越野跑多一份了解，另外亦都令我對越野跑多一個興趣，報名多咗越野跑嘅比賽。亦都啟發咗我行4徑，哪怕係用咗7日嘅時間，到最後
我希望將來自己繼續堅持信念，行嘅再唔係4徑，而係我嘅人生路。